大家好，我係蔡偉雄啊。咁啊，做師傅咧，其實可能大家都睇落去咧，就話好表面好好啦咁樣。咁但係其實咧，即係有苦自己知啊。除咗自己要講得準之外啦，自己嘅玄學水準要好高啦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喎，你如果用嚟用去都係嗰兩三套術數嘅話咧，人哋覺得你冇變化喎。所以咧，其實做術數師傅都幾辛苦嘅嚇。咁啊，最近咧我有位朋友啦，咁啊又中意八下娛樂圈啲新聞啦，咁啊走嚟問我喎，佢話：喂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嗰個人咧，嗰個運程會點樣？我話邊一個人啊？咁樣係啊，佢話 Elon Musk 喎，我聽我嚇，我都唔識佢嘅。咁跟住仲有有位好玄學界好出名嘅女師傅啦，我都唔識佢喎，係咁啊，仲有位好出名嘅 KOL 啦嚇，咁我都唔識佢喎。咁你知啦，其實咧做玄學一樣嘢，除咗你要知道人哋嘅時辰八字係啦，咁你要準確喎，仲要嚇，你唔知佢擺上網嗰個時間啱唔啱喎。咁如果你用奇門遁甲去測佢嘅時候，咁你唔識嗰個人，嗰個人又冇叫你問嘢嘅時候，你夾硬攞個奇門遁甲去測佢，咁會唔會有問題出現呢？咁當然有問題出現啦，因為人哋冇叫你幫佢測啊嘛。咁所以變咗咧，我哋用啲咩術數咧？會比較測得準確少少咧，又或者起碼知啲啦，咁啊又唔好俾佢網上邊嗰個生日咧影響你嘅決定咧，係咪？咁所以我今日用咗姓名學術數去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流年。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 Elon Musk 啊，咁啊英文數目字咧其實都有筆畫喺裏邊嘅，咁佢個成個英文數目字咧加埋咧就有15畫，咁啊屬土嘅嚇。咁啊 Elon Musk 喺2025年咧，佢得到一個數目字咧就係751啊嚇。咁啊751係咩意思咧？其實咧就有多是非爭執啦嚇，容易會見到賊啊或者有啲破壞性嘅嘢發生，有啲嘢有頭冇尾，亦都可能有火災啊嚇。咁啊亦都有錢財問題啊嚇，亦都有人客流失嘅機會率甚高啊嚇。咁感情上咧可能有少少唔係好愉快嘅事啦嚇，咁其實咧佢會先吉後兇添，因為佢仲有個底裏邊仲有個數目字叫316啊，咁316咧其實就係講話佢本來係利事業嘅，佢可以做官嘅嚇，咁科名都幾好，即係我哋有科名叫做即係佢可以出名咁解啦嚇，但係後邊咧就有是非爭鬥啊，跟住又拆夥啊，咁感情有問題，工作多動盪啊，甚至係破財添，咁呢個你可以話我話你馬後炮啦，咁係咪都已經發生咗啦？佢又俾特朗普同特朗普不歡而散啊！咁亦都火箭會爆炸。咁我而家講埋佢2026年發生咩事啊？嚇！咁喺2026年咧，佢得出一個 number 叫873啊！嚇！咁873咧係咩意思咧？就話佢咧好進取，但係咧佢啲生意唔係幾好嚇，容易會破財啊！嚇！如果佢太太係同佢個年紀相差比較大，或者可能佢本身個年紀比較後生啲咧，容易會夫妻不和啊！嚇！身體易有損傷啊，或者咧佢仲有呢個官非爭鬥收場。仲有一個密碼咧就係216啊，216咧其實咧就話佢咧都係咧科名好好啊，佢都係出名，但係咧喺工作上面咧就係人緣上唔係太好啦，甚至可能有泌尿系統問題啊，或者係甚至前列腺都有啲問題添。呢個咧大概就係 Elon Musk 嘅2026年嘅流年運啦。另一位咧就係最近好爆上位嘅伍索啦嚇，伍索咧本身佢自己有個中文名嘅嚇，佢嘅中文名咧加埋咧就35畫嚇，喺2025年咧，如果用筆畫去計算咧，佢個運程會行啲乜嘢啦嚇？佢有個密碼叫184啊嚇，容易因桃花破財啦嚇，皮膚唔好啊，容易會冇記性啊，啲錢財唔係話特別好啊嚇，先會出人頭地啊，但係咧感情亦都會有破，不利文昌啊，我哋講不利文昌亦都可以喺呢個九運嘅時代講，就話可能有啲唔係幾好嘅雜誌啊，或者係新聞啊，纏繞住佢咁樣啦，情緒唔好啊，容易會破財嚇，甚至容易會有腹疾啊，小朋友都會唔開心啊，自己亦都無心向業啊，甚至係妻奪夫權添，呢一個好明顯啦，咁就係佢出嚟咁 high profile 啦，令佢另一半就比較低調少少咧，應該係嚇。去到2026年咧，伍索嘅運程會點樣咧？佢
佢個密碼咧就係195啊嚇。咁啊195咧有先吉後凶嘅現象出現喎嚇。咁亦都講話咧婦女當權啊，佢可以盡田產啊嚇。咁但係咧有啲唔好嘅嘢一定會到啦嚇。咁啊可能有機會係一啲感情上面嘅事啊嚇，喜慶中有爭鬥啊，情緒唔好啊嚇，又或者係過分活躍啊嚇。咁啊夫妻啊兄妹容易會不和啊，令到佢破財添。咁啊，另外佢仲有個少少嘅密碼就係438啦。咁438咧，其實就係話佢咧比較多是非嘅健康，容易有損啊嚇。負面新聞都係比較多，尤其是喺呢個愛情關係方面咧，容易有個分離嘅情況出現啦嚇。咁或者有損傷，甚至可能會有車禍都未定啊嚇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到時2026年攞翻呢條片出嚟印證一下，究竟佢有冇發生過呢啲事情咧？咁啊，跟住最後一個咧就係趙玲啦嚇，趙玲啊，大家都應該可能係知邊個噶啦嚇。咁啊，趙玲咧2025年啊，佢嘅運程會係點樣咧嚇？咁啊，大家應該都可能好清楚噶啦。咁我只係複述翻喺一個術數上面計算，佢得到個答案啫嚇。咁啊，佢咧就先咧就喜事臨門啊嚇，工作上面咧都幾好，唔差喎係。但係咧，因為咧佢係有個6白星喺裏邊啊，咁啊會要小心提防有官府啊、車呃啊嚇，容易會破財，俾人出賣啊嚇，煩惱之事特別多，尤其是喺工作上面要小心官非啊嚇。咁啊，跟住另一個密碼咧就係295號啊嚇，咁295號咧就話係婦女當權咁解喎嚇。咁啊，但係咧就災一定會到啊嚇，老人家會入院啦嚇，有時神志不清啦，咁隻眼可能會差啲，心臟啊、腹部啊，亦都係腸胃啊會個病比較多少少啊嚇，亦都係解話佢今年嘅財運咧有機會會唔好嘅係。咁啊，去到2026年啦，咁啊工作上面容易會有同人衝突喎嚇，合作不和破財啊嚇，咁啊工作俾人哋 KO 啊嚇，咁啊容易有意外損傷啊嚇，甚至因為鬼神嘅問題咧，同人客鬧得不和唔開心反目添。咁啊，佢另外一個密碼咧就係195啦，195咧亦都係講話咧有啲先吉後凶嘅現象出現啦嚇，甚至可能係感情唔係幾好啊，喜慶中有爭鬥，情緒不穩陣啊嚇，或者過分活躍啊，夫妻兄妹咧容易會大家鬧得不和咁樣啊嚇，咁啊呢個就係用一個姓名學去睇一個人嘅流年啦嚇。好啦，3個人嘅運程咧都聽過啦，咁但係咧要話俾大家聽啦，呢一個推斷咧只係可以佔佢哋真係人生裏邊嘅真實運程嘅40%，因為話晒只係都係得一個名啊嚇，咁我冇佢哋時辰八字啦，亦都冇佢哋生肖啦嚇，咁啊所以只係一個推斷啦，亦都係一個數目字名去計算出嚟啦嚇，咁但係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咩啊？當你唔識得紫微斗數，亦唔識得呢個奇門遁甲，但係你又想知道呢個人可唔可以幫下你啦？咁呢套術數其實基本上只需要30分鐘你就可以學識啦嚇。咁呢個術數亦都可以幫你測試到一樣嘢，就係咩咧？呢個人你想請佢做嘢，究竟佢喺2025年、2026年究竟幫唔幫到你咧？會唔會同佢大家會有一個好大嘅意見分歧咧？咁都可以預測得到嘅係。咁希望今日可以帶俾大家一個唔同嘅體驗啦，用名都可以推斷到一個人嘅流年㗎。咁多謝大家收看，多謝。